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根据彭博社报道恒大旗下一家关键的附属公司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盘。报道指被勒令清盘的是天基控股。而上个月，中国恒大旗下另一家附属公司也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盘。高等法院法官陈静芬在周一的裁决中表示，天基控股明显资不抵债。天基控股作为恒大境外债务重组的关键实体，在英属威尔金群岛、香港以及中国内地注册有200家附属公司，并担任恒大部分美元债担保人。其法人代表披露天基控股相关债务总额高达370亿元人民币，大概50亿美元。那么此次裁决标志着恒大集团清算进程的进一步深化。2024年1月，恒大集团本身被香港法院颁令清盘，此后由安迈企业咨询和黄永诗担任清算人，持续尝试穿透恒大复杂的离岸架构，并协调处理其位于中国内地的大量资产。不过这个值得关注的是香港法院此次加快了天基控股的清盘案审理节奏，将原定听证会日期提前，缩短了程序拖延的空间。清盘人此前向法院提交的陈情指出，天基控股已无力偿还债务，且缺乏可行的重组方案。也就是恒大的这个棺材板上又钉了2根钉子。这个恒大走到这一步，恐怕也是大家预料之中但是万达、万科现在也迈向或者叫滑向恒大这种结局恐怕很多人还是始料未及还在震惊之中甚至有人还在怀疑，认为万达、万科，尤其是万科被深圳地铁、被深圳国资委出手相救以为万科会逃过一劫先不说万科，咱们看看万达。这个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王健林再新增2条股权冻结信息。股权被执行的企业分别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分别为240万人民币、960万人民币，冻结期限均为2年。执行法院为大连市西港区人民法院。不久前，王健林所持大连核心投资有限公司7702万股股权被冻结，均涉及2025辽0203财保10号案件。这个什么案子呢？这个保全的申请人于2025年2月6日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某公司王某、孙某、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19亿4999万，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就是在仲裁裁决出来之前，人家申请仲裁的时候，同时申请把万达还有王老板的财产给他冻结。这个裁定一旦下来，并一旦生效，就是官司打赢了那么马上就把他冻结的财产给划过来，就要执行。也就是王老板自从去年开始大家应该有印象王老板到洛阳的白马寺上香拜佛，我就说了，万达不行了。有多少人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恒大暴雷的时候网上有很多自媒体在吹王老板，说王老板多么英明神武早早的就把这个银行贷款给还上了，把资产卖掉，所以王老板东山再起。王老板怎么样？大家还有印象吗？我说万达一样也会暴雷。但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我说谁苦谁自己知道。因为道理非常简单，你有大量的银行贷款，你有负债，而这边的资产呢在贬值，在缩水，资产你又租不出去，就是经营跟不上，你还有大量的员工吃喝拉撒，你每个月还固定的费用，你把王健林、万达你给它缩小一些，就是你有点钱，你买了一套房，对吧？你自己有一套房住你又买了一套房准备出租，那个房子是你贷款，你每个月要还按揭贷款7000块。现在你那个房子不仅租不出去，而且房子还在贬值。你说你作为一个投资，你说你着急不着急？是不是要暴雷？就这么简单。万达的它的商场的效益，大家动动脑子，动动脚趾头都应该想得到，好还是不好？实体经济线下的这实体店是什么个现状？这导致万达广场的经营效益不会太好，导致它资产也在贬值，也就是他想卖的卖不，没人接我为什么买一个赔钱的东西在手上？所以他400多家万达广场一直在甩卖也到现在只卖了10几家。不是王老板不卖，是卖不出去，是那些银行、保险资金他们不愿意接盘，他们挑肥拣瘦的捏着鼻子选几家，这就导致什么呢？导致王老板的债根本就化不掉，最终债权人开始上手了，不等了。前面是苏宁起诉，后面是永辉超市起诉，再是融创
创起诉，哎，这些起诉还算可以吧？这回来了一个起诉的，直接先诉前保全，给我感觉有点像永辉超市啊，或者是苏宁易购，也有可能是融创，哎，向仲裁机构啊申请保全。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这个企业负债啊，就怕债权人抢跑，这个债权人只要一抢跑，其他的债权人就等不及了，按不住，立马就要一哄而上。你只要债权人一哄而上，你这个企业根本就救不活啊，因为大家都来对付啊，都是叫挤兑啊。哎，债权人就是这样的，手快有，手慢无，对吧？别人都动手了，你还在那磨叽，那你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只会比谁更快，比谁更狠，比谁的办法更多。那所以说啊，这哪家公司啊打响了这个第一枪，后面啊债权人就如狼似虎啊扑向王老板，扑向万达。这个不是什么个人交情啊，什么朋友不朋友，那都没用，因为在实际利益面前，你不抢，别人抢走了。这不仅是王老板啊股权被查封，这网上又有一个报道啊，说的是盐城某万达项目工程款拖欠难题，分包商维权困境。这文章讲的是，据网友透露啊，说其所在公司承接城东什么万达广场房地产开发公司住宅景观项目后，从2022年至今一直被开发商以项目资金短缺为由拖欠工程款，累计金额高达数百万元。令人不解的是，项目房屋早已售罄，却仍未支付这笔款项，究竟谁该为这一乱象负责，又该由谁来追讨这笔欠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网友啊，也就是那分包公司的这个人士啊，无奈与愤怒溢于言表，他们曾向住建部门寻求帮助，然而住建部门却表示对万达无能为力，走法律诉讼途径，却发现对方账户空空如也。据悉，该项目营销成绩斐然，大量房屋已售出，可资金却不知去向，甚至有消息称曾在违规异地供底情况，多地已禁止此类操作。这也让分包公司啊陷入了欲哭无泪、维权无门的艰难处境啊！这就是万达目前这个现状。那是万达现在变好了呢，还是说越来越难？这个就不言而喻啊。这是房企的情况，我们再看看楼市情况啊。最近啊，这个恐怕由于啊各个地方这个楼市啊又有熄火的迹象，所以各个地方救楼市措施啊又纷纷出台啊。首先你看啊，这个公积金政策大松绑，说父母公积金能帮买房、租房直接华占，公积金政策迎来地震级调整，普通人买房租房更省钱了。最近全国多地公积金改革密集放大招，光是2月就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新规，从取消户籍限制到父母公积金帮子女买房，甚至房租不用自己掏腰包，直接华占。这些政策对买房的人呢，对普通人到底有什么用呢？首先啊，北京市点公积金自动华占，不用垫钱。最让租房族激动的是，当初北京市点的公积金直付房租，以前租房要先垫钱再申请提取，现在直接由公积金中心按月华占给房东，彻底告别先交钱后报销的麻烦。更绝的是，申请材料几乎零门槛，只要连续缴满3个月公积金，且在北京没房，就能通过合作平台一键办理，连租房合同都不用自己跑腿提交。说目前试点覆盖商品房、公租房等多种房源，未来还可能推广到全市。这个北京的公积金我知道啊，以前你是可以提的，就是每个月啊，你就把公积金账户的钱，那是你可以提出来。现在呢，就是说你可以不提，直接给房东转过去啊，就这点区别。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值得激动的啊，对楼市有什么多大影响？确实想不明白。这个福建厦门、莆田等地新政策更狠，说子女买房，爸妈的公积金也能掏，只要在省内购房，父母或子女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就可以直接用来凑首付或还贷款，全家公积金打包使用，总额不超过房价。比如一套100万的房子，首付15万，子女账户有10万，父母再凑5万，立马搞定。业内人士啊分析，这种代际互动模式既缓解年轻人压力，又盘活家庭沉睡资金，简直是一箭双雕。这个好像以前不都有吗？叫代代相传呢，就把整个家庭的那个公积金账户都挪到一起，凑一凑买房。这个对楼市又有多大影响？这个好比这个对吧？过去啊那个绳子是2米高，你把脑袋够不进去，现在绳子放到1.5米了，这大部分人啊把脑袋一伸就能伸进去，套住，不就起这么个作用？那关键你这让人家愿意把脑袋往那绳子里伸呢，对吧？那韭菜他为什么要把脑袋往那绳子里伸呢？得给个理由啊！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都说明地方政府又开始救楼市了，这不能闲着，得时不时的出个政策，表示啊，这个我们对楼市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救。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作为一线城市广州啊，又有了新政策啊。媒体报道啊，说春节假期后，广州有不少房企相继推出促销活动，包括买房送车或者直接抵扣房款等诱人福利，希望刺激购房需求。位于广东黄埔大沙东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为吸引更多客户承诺成交，即送价值超过21万的小车，也就是广州一楼盘啊，买房就送你21万的小车。有业内人士指出啊，目前楼价门槛日趋回归理性，给予不少买家上车的机会，但建议购房者首先根据自身实际需求明确购房目的，以此锚定购房地段、户型、面积、配套，合理规划置业需求。这个开发商也是逼急了啊！这春节这个看房热潮刚过啊，这媒体说的啊，不是返乡潮吗？对吧？春节也是2旺，看房的也多，买房的也多，这后面马上啊，开发商可等不及了，直接促销啊，买房就送你21万的车，刺激购房需求啊！据悉，自推出促销活动以来，这2天看楼的客户明显增多，这一点至少说明啊，这个楼市啊没有媒体中介所说的那么火爆。如果楼市火爆的话，那开发商为什么还送小车呢？就是吃饱了撑的，恰恰说明这房子根本就卖不掉，只能搞这些刺激促销活动。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啊，它已经没有什么牌可以打了，它这该放开的放开了，限购也没有，户口也给落，你说它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还怎么刺激？就开发商已经只能啊自救，你不能指着政府出政策，自救怎么救啊？那就是降价吧。既然对吧有各种条件限制，不能直接降价，它就变相降价，对吧？买房给你送辆车。咱们以前节目一直说啊，你判断这个楼市啊有没有触底，是不是止跌回稳，你只用看它后续还有没有政策要出。如果后面它又出政策，那就说明没有什么止跌回稳，没有什么触底。我们再看看这个香港市场，香港的楼市是什么情况？就是有人算了一下，香港从2022年到2024年这3年，香港房价有较大幅度下跌。2022年，据界面新闻披露，香港全年楼价跌 15.6%， 创下1998年以来最大跌幅。2023年，香港特区政府估价署数据显示，2023年香港全年私人住宅楼指数累计下降 6.8%。2024年数据显示啊，从2024年初至11月，香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累计下跌 5.34%。中原买卖合同成交记录显示，从2024年初至12月，香港九龙、新界东、新界西大型屋苑的成交价普遍下跌超 6%， 而港岛区的跌幅相对较小，为 3.8%。 什么意思呢？首先一个2022、2023、2024年这3年，香港的楼价都是在下跌，只不过是啊2024年跌幅小了一些，这3年加到一起啊，香港的房价也跌掉了 25%， 也就跌掉了1/4。这就是香港，对吧？香港的楼市啊，对这个深圳的楼市走势那有着参考意义。这是住宅楼。那么香港的写字楼呢？根据这个97财经它的报道啊，说2月13日，今年香港特区写字楼租金将继续下跌，估值也可能随之下降。标普认为，拥有甲级写字楼的主要业主将面临估值下调的冲击。相对于过去5年租金持续下跌，主要业主的账面估值一直相当稳定。鉴于租金仍在下跌，标普可能会看到更多写字楼廉价抛售，此类交易将为基准估值提供定价数据点，很可能导致对香港特区写字楼资产的公允价值受到更大冲击。业主们正面临着经济不确定性和新建楼宇带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标普预计，他们将采取更多的策略来留住租户，包括在续租时更大幅度的降低租金。标普预测，今年香港特区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可能会下降 8% 到 10%， 这比标普之前预测 5% 跌幅要大。这也意味着租金将回落到2012年的水平。也香港那个写字楼的租金啊，跌到12年前、13年前水平，这什么概念？投资者经常问标普啊，说尽管经济不景气，为什么香港特区主要业主所持投资物业，尤其是写字楼的估值似乎下降
现缓慢。他说，事实上，在标普抽样调查的8主要业主中，2020年到2024年，写字楼租金或租金收入平均下降19%。这个说明啊，香港不仅是住宅楼价格下跌，连这个写字楼，对吧？资产也在贬值，租金连年下滑。咱们再看一看啊，上海周边的楼市情况，就是叫黄户楼市。咱们知道，说到黄金楼市啊，那很多人都是叫欲哭无泪。这胡一金老师不是跑到这个大厂吗？那也是黄金啊，跟通州隔一条河，上面桥修通了，但是那个就是大厂，就是河北10几年前买的房子，现在还套在手上，这是黄金啊，那叫惨。那黄户呢？我们看一段视频。我现在是在嘉善的孔雀城，这个小区的这个入住率看一下，大概有10%几到20%都不到，也就是说有70%、80%的空置率。这种房子就连我也不相信它会上涨，并且这个房子在前几年是多少钱的价格？将近2万的价格啊！那时候买入的这个价格是将近2万，现在呢大概是还剩下个零头吧，8、9千一个平方。这个房子在当时的是非常的抢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全部是那种炒房客，应该叫投资客吧，是上海那边过来的。然后嘉善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个上海的卫星城，当时的话，就上海的这种就是购买力外移，是因为上海的限购，因为上海当时是必须要以家庭为单位才能买，也就是你在上海有社保，然后有钱，他也买不了，必须要结婚，如果说不结婚那是买不了的。所以很多人呢就到上海周边买房子，然后那时候呢，这个上海周边买房呢，炒房成风，就很多人觉得就是买房子一定是赚钱的啊，就是永远上涨啊，就像现在我们这个房价跌了几年以后，我们相信房价永远下跌一样的啊，就是这样的，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所以说当时嘉善这个地方的房子就卖得特别的火，然后全是靠这种上海人、外地人然后过来这个买的，所以现在这个房价呢一泻千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买的人呢，发现这个房价不但没有涨啊，还亏钱啊，亏得很惨。然后从这个将近2万的价格，然后现在跌到了这个7、8千、8、9千一个平方。那现在就开始抛售啊，就是当时买的时候是排队买，现在卖的时候呢也是排队卖。那现在这个抛售有多夸张呢？就一个小区里面7、800套房子，有这个200、300个人都在卖房，都在排队卖。你想一下，就是这种形成一种价格踩踏，这个就属于一种恶性竞争啊，这个恶性循环，然后就房价就越挂越低。因为这里面呢还包括有一些特别缺钱的，比方说有些要断供的，然后他就愿意用很低的价格去卖，那这样子就是拉低了这个小区的成交的这个就是价格。所以说这个小区一旦就是你的入住率非常的低，然后呢又加上这个大量的人抛售的话，那这种小区的价格是跌得很夸张的，跌幅是很大很大，并且很快。这种就是房价跌下来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种就是如山倒一样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就上海周边房价下跌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主要的还是入住率的问题。就像嘉善这个地方啊，就曾经最高的时候涨到过3万一个平方，然后有些房子呢就是曾经卖3万的，现在呢也卖到了1万2、3。但是像有些小区呢，它的价值的话还是比较保值，就它的跌幅不是很大，因为它那个入住率的话，能决定一个小区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的最终的一个价值。因为你就算是卖不掉，你还可以租。但是像这种入住率很低的小区，你是卖不掉，租也租不掉，并且的话，现在很多房子啊都被贴上了封条啊，就是可能说你在这个当地的这个拍卖网站上看不到，因为还没有上架拍卖，但是它贴上了封条，这就意味着有很多人选择了断供，知道吧？而这种断供的房子，特别这种法拍房呢，又进一步的压低了房价。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我们对于法拍房冷处理，去年的新闻大家看过吧，就是银行不再接受法拍房的原因，因为法拍房影响了二手房，影响了房价，很多地方呢也叫停了法拍房，叫停了就是不允许银行再接纳法拍房的这个主要的原因，知道吧？加上现在这边呢也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像这种地方的房子有没有希望呢？毫无希望。看这个黑灯瞎火的这个小区里面10%几的入住率，这种房子
说实话，我都不相信它会上涨。他说的啊，是上海周边的一个叫嘉善的这么个地方。我想啊，这嘉善它是应该属于浙江这个嘉兴市下面的一个县，就相当于燕郊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恐怕啊，比这个燕郊和北京之间关系还差一点，因为燕郊到北京啊，直线距离没多远，恐怕也就20多公里。我不清楚这个嘉善离上海的核心区多远。燕郊离那个国贸算是北京的核心区了吗？离国贸啊只有20多公里，那燕郊早就膝盖斩了，这嘉善对吧？这么惨也可以理解啊。无论是黄沪还是黄金，这个楼市啊还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因为毕竟啊，北京它只要没有放开，就有很多这个刚需啊被迫啊跑到燕郊或者跑到嘉善，跑到那个北京周边去买房。但是，一旦上海放开，他就没有必要跑到燕郊买，也没有必要跑到上海外面买房啊。北京就是北京，虽然只隔一条河，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一旦北京、上海啊彻底放开限购，也就是环北京、环上海这些地方，房价恐怕还要跌。也就是说啊，这些地区啊现在还不是最惨。当年胡一进老师啊也是被人忽悠到大厂去买了一套房啊，现在重度套牢啊，想解套那儿没门。但是胡一进老师啊，他赔得起啊。你看他在那个大厂买的房子，严重套牢，也没影响他的生活，他该干嘛干嘛啊。虽然恐怕想起来啊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毕竟对他没有实质性影响。这就是啊每个人的抗风险能力不一样啊。如果你要在大厂买套房，那你就惨了。胡一进老师买套房没事，对吧？胡一进老师拿70万在股市里面炒，赚了赔了都不影响他生活，这叫抗风险能力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啊买不买房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你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听中介忽悠，你更不能有炒房的想法，就是说我买到房以后还能赚钱，这个想法就算了。迎接你的啊一定是失望，很有可能2025是房价加速下跌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因为政策基本上出完了，除了北京、上海还有限购，已经没有限购了。那你要再出政策，什么政策？那无非就是发购房券，政府掏钱，这个又得加重啊政府的负担。你看政府有没有钱？政府自身没钱，你说怎么办？前3年啊全靠政府出台各种政策，一年要出500、600个或者700、800个政策，以时间换空间，工具箱里好像永远还有工具。那你说今年还有什么工具？无非就是降息，你再降1次、2次，你现在降点息，你说韭菜会买房吗？他不会买房，所以没什么牌好打了。所以这加速下跌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想买房的还得要谨慎。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